為推廣閱讀風氣及分享閱讀嘅樂趣，同時培養學生環保意識，學校將會舉辦愛分享喜閱讀漂書活動。漂書活動起源於60年代歐洲，愛書人將唔再閱讀嘅圖書放喺公共場所無償分享，延續書本生命同知識傳承。取閱嘅人閱讀後，亦都會以相同嘅方式將書放漂，令到一本書能夠被無數人閱讀，促進分享同閱讀嘅風氣。活動嘅詳情係咁樣，首先我哋會先收集漂書，而收集漂書嘅日期係喺2025年6月5號星期四至2025年6月10號星期2嘅上課前及小息時段。漂書收集嘅程序係咁樣，首先有興趣將圖書放漂嘅學生，可到圖書館門外索取或者直接列印通告附件1嘅漂書札記，每位學生可放漂圖書數量最多為20本。喺漂書札記助你填寫對圖書嘅感想，俾漂書嘅下一任主人更能夠感受呢本圖書對你嘅啟發，俾呢份感受伴隨圖書漂到下一任主人手上。然後將漂書札記夾喺札記所屬嘅圖書內，要記住每本圖書必須撰寫一張漂書札記，再將漂書放進袋注裏面，並喺袋注外釘附寫上班別及學號嘅小紙條。檢查好每本圖書已經附有漂書札記，就將漂書交到學校圖書館。由於上課前時段圖書館並未開放，所以選擇喺呢個時段放漂圖書嘅學生，可以將圖書放到圖書館門外嘅木櫃內。如果放漂圖書未符合要求，我哋會將圖書退還俾學生。跟住，學生可按放漂圖書嘅數量於放漂當日獲得換書券。換書券上會標示可換取嘅漂書數目，每放漂1本可換取1本漂書，而換取漂書嘅上限為3本。遺失換書券將不獲補發，請妥善保存。最後，符合要求嘅漂書會蓋上漂書印，經圖書消毒機進行消毒之後，會喺指定日期安排放置喺學校圖書館外或校史室進行漂書活動。所有放漂嘅圖書都有一定嘅要求，首先要以小學生為主要閱讀對象，內容必須健康，唔接受含色情、暴力、意識不良、不雅內容或違反港區國安法嘅圖書。第二，以兒童繪本、益智讀物等適合兒童閱讀嘅類別為主，中英文圖書都可以嘅。第三，唔接受雜誌、故事類漫畫、圖鑑、工具書、教科書、作業本、補充練習本、宣傳品、說明書同埋其他機構嘅贈書。第四，所有圖書都必須係正版圖書。第五，新舊書都得，而舊書咧需有8成新。必須保持完好清潔，亦都要避免過度殘舊或者有缺頁。第六，唔接受破損、污損、塗鴉、發黃、有明顯摺痕嘅書籍。最後，圖書上要避免有學生姓名等標記。收集咗漂書後，就可以進行漂書活動，而漂書日期就喺2025年6月16號星期1至2025年6月27號星期5進行。而活動安排係咁樣。首先，我哋會先安排持有換書券嘅學生喺2025年6月16號星期1至2025年6月20號星期5小息時段到學校圖書館外或校史室進行漂書活動。持換書券嘅學生可以按個人喜好挑選同換書券上標示嘅漂書數量相同嘅圖書數量。選好漂書後，學生將換書券交圖書服務生或者義工就可以。取走嘅漂書係無需歸還。而2025年6月23號星期1至2025年6月27號星期5小息時段漂書活動就開放俾全校學生，即係無論你持有換書券或者係冇換書券嘅學生，都可以喺呢個時段到學校圖書館外或者校史室進行漂書活動。持換書券嘅學生可以按個人喜好挑選同換書券上標示嘅漂書數量相同嘅圖書數量。選好漂書後，學生將換書券交圖書服務生或者義工就可以。取走嘅漂書係無需歸還。而冇換書券嘅學生則可以按個人喜好挑選一本漂書。選好漂書後，無需做任何手續便可取走漂書。取走嘅漂書係無需歸還。活動完畢之後，餘下嘅漂書將會放喺課室內嘅圖書箱內，供同學自由借閱。如有興趣捐出漂書嘅學生，請喺6月10號星期2或之前填妥 E-Class 回條，並喺6月5號星期4至6月10號星期2將漂書交到圖書館。呢次活動唔單止能夠妥善處理舊書，
提高學生嘅環保意識，同時亦都可以養成佢哋分享閱讀嘅習慣，實為一舉兩得。希望大家能夠踴躍參與，多謝各位。